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难道糊涂又在？难道糊涂山在？又在山在？风花日月天地转，人间沧海成悲哀，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先是有的，别是有王凯，哎呦，王凯中了，哎呀，看这谁呢？哎，你看，嘿，有的福那个探花，有的福，哎呦，你中探花了，是吗？可喜可贺啊！同喜！哎呦，来嘛，我说是吧？咱们那天那酒没白喝，还真是对呀。哎呀，苗少爷真有你的。你看，你也中了，这马蹄。孙公子，你也在上面。哎呦，真的。请客。哎，板桥兄，看你中了。哎呀，你看呢？没什么可高兴的，12下88米，真够败家的。有他，看到了，苗大少爷，那怎么样啊？就我这次是中了个探花。大少爷，我搞错了，指着你了啊！哎呀，你看，还中了个探花，行，佩服。哎，你看你也中了啊！哎，我说过了，别看那个郑板桥啊，能做几首歪诗，董真格还得看咱们的。对，看您的了，看您的。说的对，连草包废物都成了宝，这个世道不脏不乱才怪呢。别慌，能逮着一个进士，就算是不错了，至少可以吃到皇粮了。至于那些老鼠、王八之类的，将来怎么糟蹋社稷江山，也不是你我能费得了神的。哎，走吧，陪我去看看博学红词科考试的名单公布了，走吧。哎，你看，不是了得！哎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哎，就哎呀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！哎，你看，这事儿说吧，你逼得不充分，结果呢，你看看没有，怎么办？哎呀，这是没办法。哎呀，愁啊！同木，哎，对呀，你看齐公子，我明白了。赵少爷在一起啊，没想到啊，没有我的名字。哎，就在屋里闷着。哎，走到那边去。你看，就是每天在先生吃午他就是，哎呀，看看有他。你说这其中是必有缘故的。是的，肯定是。算了。你还记得李方英曾经说
说过的一句话吗？我记得他说的话。我也弃官回家侍候老母去了。他说等你们当了官以后，就能理解我了。他已经看出蓝山闹事得罪皇上了，蓝山的罪责转嫁给你我了。慧芝，我看你的病还是日渐严重，要不你找一家什么亲人家，等病养好了再说吧。慧芝，要不去你表哥那儿，你看行吗？谢谢师父。我表哥赴京赶考去了，他说一旦金榜得名，他就要把我接回家去的。师父答应我吗？我答应你，你先养好病，来，来，先吃药吧。王爷，哦，张大人，何事如此慌张啊？王爷，皇榜已经出来了。哦，请。啊，请坐。王爷，您看，怎么样？郑板桥考了第1名了吧？您先看完了，咱们再说。怎么搞的？状元郎怎么变成88名了？哼！这到底是谁搞的鬼？王爷，您先别生气，此事一言难尽呐。本来呀，郑板桥是考了第1，可是金大人呐，事已至此，老臣也就无话可说了。金敏之身为大清重臣，为什么总是和郑板桥他们过不去呢？嗨，这个人呢，心胸狭窄，嫉贤妒能，此生他是改不掉了。他到底用了什么迷魂药？皇上为什么就那么听他的呢？王爷，您也不要生这么大的气。皇上有皇上的心思。以下官在场的感受，这个郑板桥、金农他们在蓝山与李方英相会惹事，事情闹大了。皇上撤了封疆大臣王世俊，那也是不得已的事。其实而皇上心里也并不舒畅。
不舒畅在什么地方吗？这说，不用怕，往下说。以下官所见，是王世俊的新政奏报过皇上，皇上那儿也做了御批。你说的有理。皇上审王世俊时，我已经看出来了。李善向着扬州画师，又和金敏之结了怨，李方英顶了王世俊，实际上是顶了皇上。如今又知道郑板桥和金农也卷进了蓝山变故，这下倒好，一下子给刷下去喽。金农的博学红刺科是皇上钦点的，难道也会出什么差错吗？金农的名字已经从博学红刺科的名册上拿掉了。什么？王爷，您为什么还不上朝？王爷。王爷，退下，退下！是王爷。王爷，你息怒，王爷息怒啊！张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王爷，你把佣人撵走了，老臣就给你当一回佣人吧。张大人，张大人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张大人，我刚才是有些失态，张大人请坐。一个样，家人给我上饭，我连碗都砸了，这不没吃饭就来了。板桥是怎么安排的？板桥在名册上受到莫须有的贬低，想在署任上给他一些补偿。几位大臣都有这个意思。在名册上把他放到了无锡做知县，那儿离扬州近，也不影响板桥与扬州书画界的来往。您看如何？你考虑的真仔细，这对板桥也是一点安慰吧？好，我给你看一下你们都考中了，谢谢，好一下，查一下你是河南开封的，大人您给我再等一等查一下好吗？好的。山东莱州，好，这是第7你拿过来，怎么样？把这个装订起来。你过来。扬州的郑板桥2甲第88名。你看一看是派往何处的？我看一下。大人，大人，我刚才查过了，没有。不可能，3甲第123名都任用了，2甲能漏掉？你再查一查。好，我看看。你先出去，我到后面再给你查一查。好，谢谢。请。你先去等一会儿，我查清楚了就告诉你啊。好，谢大人。怎么样了？还得再等等。他们去查了，还查什么？都定下来了吗？
舅舅，那我就走了。舅舅，我那天晚上要是没喝醉啊，那个状元肯定是我的。这个小子，舅舅。哎，回家报喜的时候，别忘了给你妈多磕几个头。舅舅，看您说的。舅舅，那我就走了。呵，这不是扬州的天才郑板桥吗？你说咱们俩现在谁输谁赢啊？啊？哼，怎么，对我这个大红花感兴趣？啊？我看呐，你这辈子是与他无缘了，要不留给你做个纪念？啊？教你一句词儿吧，得意忘形。德父，太轻狂了，还不快走！舅舅，我这就走，这就走。你干什么你？你这个给郑板桥拴毛驴儿，他都不要。你等着瞧！你们等着瞧！等着瞧！小人得志。啊，包大人，这怎么样了？啊，这封信你拿好，回扬州等候吏部通知。到时候你凭这封信来京城就是了。哦，包大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您是否知道为什么没有安排我的任用啊？我只知道这些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们二位请回吧。怎么了，板桥？另有安排吗？哎，板桥、金农啊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让我好找啊！哎，我不是叫你务必来找我吗？你看看，结果你们连个照面都不打啊！王爷，您的银子收到了，板桥万分感激。因殿试在即，我们不便去拜访，怕给王爷添麻烦。哎呀，你们太过虑了。到无锡的任职书拿到了吗？无锡？是啊，不是已经下文入册了吗？王爷，您请看这个。皇上改了。板桥，你们暂不可离京，回客栈等着。千万千万。启禀皇上，慎亲王允喜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这有请慎亲王。臣叩见皇上。平身。皇上，郑板桥德中高榜，为什么其他进士都任用了，偏偏到了郑板桥却是届满待用的？还有那个金农，金农可是皇上
在扬州私访时，亲眼目睹了人家的才华，并钦定他来京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。怎么临近考试了，名册上却没有了金农的名字呢？臣实在是糊涂。糊涂一点好。有些事情你不用弄那么明白，这样对你有好处。皇上，臣要是想弄明白呢？你跟他们在一起吟诗作画，朕什么时候管过你啊？这选人才是关系到大清江山社稷的事情，你就不要管太多了吧。可是，皇上，臣下还有一句话，不知该不该问。问吧。郑板桥2甲88名，不给到任。我想，是不是礼部的张鼐对郑板桥有什么成见呢？张鼐有什么成见吗？郑板桥的第1名就是他报的。你不要多问了。皇上，你说郑板桥是第1名，他不是88名。朕刚才告诫你什么来着？有些事还是糊涂一点好。既然你待你的朋友一片真心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吧。你跟郑板桥相处了这么久，你怎么看他们？朕不过问。但是郑板桥、金农他们不是一般的画师。你记得以前的巨燕案、马三桂一案，还有岳钟琪一案，以及前不久的蓝山变故，都和他们有关。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他们这些人生性好斗，自行其事，桀骜不驯，这些都是犯了为官之大忌。朕就是要启用他，也要好好磨磨他们的棱角。啊，皇上，还要磨多长时间呢？10年不启用。啊？10年以后，让郑板桥带着一个对联的下联到京城来。皇上，臣下实在是越听越不明白了。朕说个上联，你可千万别让郑板桥知道，朕也对不出下联来啊。你听好，上联是此木成柴，山山出，记住了吗？此木成柴，山山出。皇上，臣记住了。退下吧。这。哎，等等。再过半个月，博学鸿词科考试，你还是让金农来吧。你又要问朕这是为什么是吧？还是那句话，有些事情你还是糊涂一点好。皇上，臣下记住了。你们坐吧，坐。板桥啊，你先回扬州吧，我会让吏部早早安排你任职的。王爷为我费神了，板桥在此谢过慎亲王了。哎呀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
只是别忘了，请给我书函。板桥知道。啊，金农，王爷，你还是决定要走吗？皇上啊，又批准你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了，我已经转告他了。禀王爷，金农虽有入仕之心，却没有为官之命。我想博学鸿词科的考试，我还是放弃了。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，金农，你再斟酌一下吧。机会大家都一样，只怕结局不同，何苦来呢？我和板桥都想好了，回到扬州以后，还干我们的老本行，卖画为生。张大人也知道我们的意思。虽然生活清贫一些，但那份自由自在的乐子，也是神仙比不得的。好，那我也就不再勉强你们二位了，人各有志嘛。好，你们几位先请回避一下，我有件事情要和板桥说。好，走吧，进过来。云喜君，这板桥啊，你就要走了，我有件要事想告诉你。前不久我去西山郊游，碰上了云上禅师，他跟我说了个上联，可是至今我还没有对出来。我想借此机会和板桥兄你打个赌。请云喜君说出上联。那你可听好了：此木成柴山山出。你要是对不出，那就不用答应我了。云喜君，就为一个对子？对，就为一个对子。你是看我对不出，想看我一次笑话吧？不，我愿你留在北京，一直到把那个对子对出来为止。你听好了，我不是在跟你说笑话。云喜君，这个对子我接下了，就和您打这个赌。好，云喜君，我回到扬州就是饭不吃觉不睡，也一定要把它想出来。板桥，不要动火嘛。这不算是打赌，但也算是打赌。我实在是太爱这副对子了，更是为了要出这口气。你对出来了，就是帮我出了这口气。你说我该不该将你接来北京，好好的庆祝一番？云喜君放心，板桥接下这个对子，咱们一言为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板桥，先请上路吧。谢王爷，王爷请。板桥兄啊，一路上要多多保重啊！告辞了，告辞。好，请。好，各位请回吧。各位大人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各位大人，请回吧。王爷，我是说，皇上为什么不敢启用板桥呢？他太聪明了，万事看得那么透。这种人才，我们大清朝廷难得呀。
撇了一肚子的气呀。唉，哥出去走一走，一来啊，散散心；二来看看闲花野草，打打腹稿什么的。别腹稿没有打成，你让闲花野草把你吞下去。哈，清风不吹，粽子不飞呀。郑板桥带着慎亲王允禧那副没有下联的对子，和金农一道返回扬州了。这个以2甲88名考中进士的扬州穷书生，能在皇家卓拔的人才中占得一席之地，本是可以扬眉吐气的。但是晋身之道被莫名其妙地拦死了。对于郑板桥来说，这是一次不小的打击。金农的命运比板桥的遭遇更糟，连个考场也没进，就从仕途的舞台上给挤了下来。或许这是上天的旨意吧。如果他们都能在官场上一帆风顺，恐怕也就没有后来的扬州八怪了。光阴似水，10年的时间很快的过去了。10年中，郑板桥的个人生活遇到了极大的不幸，妻子在家乡病故，儿子纯儿又死于天化。表姐王一姐为了不使郑板桥伤心，也悄悄地离开了青竹庵，不知去向。郑板桥带着忧伤、失望、期待的心情，远离了官场的角逐，四处游弋。他登黄山，游西湖，上泰山，下福建。大自然的清新平和着他的心灵。当又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时，郑板桥回到了他日夜怀念的扬州。哎，二位客官来了，哎，请，哎，又来3位，伙计上场。哎，慢走，哎，您喝好了，哎，您慢走。哎，看这小女子不错。哎呦，公子您来了，哎，里面请，哎，里面请。哎，这位客官，您坐好啊！哎，来，您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伙计上场，来啦！齐大人，哎，齐大人。哎呦，这位客官，哎，您来了，女子不错。哎，又来一位，敢不敢上他呀？啊？看我的。好。先生。好。您用茶。客气了啊。好啊，小女子，这个大爷我可不爱听，你给我唱一个《亲亲我疼你》。公子，我不会。不，他不会，会嘛也得会，不会也得会。我呀，这儿有的是银子，瞧见了没有？拿着，来拿下。慢着，小女子想走，没那么容易吧？没那么容易。对，我们公子看上你了，那是你的福气。唱啊！哎，唱一个，就唱《亲亲我疼你》。唱啊！怎么样？唱一个。光天化日之下，成何体统？真不像话！哎，你这小老头有你说话地方吗？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儿。
请问这位公子是谁呀？你还不知道啊？这位就是新任知府吴子坤的大公子吴浩伟，谁都惹不起他。哦，尝不尝，小女子？店家，哎有，拿笔墨来。哎，您稍等。哎，这位客官，您要笔墨做什么？啊。少爷，老夫也是刚刚听说，你就是新上任的新任知府吴子坤的大公子，我与家父交情不浅呢，特送一幅画子。你看这画的什么呀？你是什么人啊？哈哈，你把我的画子拿回去，令尊自会明白。好。对了，我让令尊向东，他就不会向西；我要是让他下河，他就不会上山。等，你叫什么名啊？啊，鄙人郑克柔。没听说过这人呢，这是什么人呢？哎，郑克柔，你看这画的什么呀？这不知道。南南一小舟，翩翩水上游，吱嘎一声响，提东到扬州。郑板桥，爹，什么郑板桥啊？他叫郑克柔。你懂个屁！郑克柔就是郑燮，郑燮就是郑板桥。哎，你在什么地方遇见他的？哦，就在扬州的茶馆里。爹爹果然认识他，难怪他口气这么大呢。他还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跟孩儿说，他让你往东，你不敢往西；他让你下河，你不敢上山。爹，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官呢？他跟别的官人就是不一样。爹，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这个没有出息的蠢货，你连好话赖话都听不出来吗？他在笑话你老爹，你就这么傻乎乎的认了啊？这幅字画是骂我们父子俩的，你也看不出来啊？你来，你看啊！你看这儿啊！你看看这条小破船，就是指的是你；这根绳子拽顶官帽，是指你狗仗官势，讽刺你老爹对你不加管教。你这个蠢东西！我以为他是微服私访大官呢，所以我才相信他的鬼话。我想和大官交朋友，爹好说我有出息啊。有出息？郑板桥好长时间没在扬州露面了，莫非他远游回来了？哎，爹，他还跟我说，他还跟你说什么？他跟我说，你见他字画一定会找他。我当然要找他。这个狂徒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你犯在我的手里。爹说的对。二宝，你把那些东西拿到那边去。哎，高强兄，别来无恙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好你个板桥啊！哎呀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昨天回来的。哎，这个汪夫子和黄慎他们上哪儿去了？他们南下西湖，听说准备拉上李芳英，只是
王夫子的眼睛已经失明了。哦，他得了什么病吗？我说不好。啊，咱们往屋里聊，来屋里聊，屋里聊。走吧。你这儿有什么好做的？走啊！咱们上姚梅院听歌去。好，我招呼一下啊。二宝，你招呼一下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好的，师傅。好了，咱们走吧。走。好久没来了。高祥兄，香奴并非怪物，你为何不敢正视他？阿弥陀佛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看。我身为佛家居士，岂能犯忌胡为？当心中无忌才是呀。你何时入了佛门？打你走后，石涛大师归天，我也就……好一个非礼勿听，非礼勿看呐！好，板桥听你的。金农和李善他们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你一个人出走，他们就追你去了。没想到，一别就是多年呐。都怪我，当时心情不好。板桥，王姨姐你见过吗？没有，不知她现在何方啊？她就在镇江、扬州一带。板桥，王姨姐可是一直想着你呀。我榜上无名，无颜去见她，真对不起她呀。不谈这些了，为咱们再次相见，以茶代酒。以茶代酒，为你回归故里，干！你看那有唱曲的，走，公子，咱们去看看去。那个正板什么来着？在哪呢？那正板桥。有了。走，过去看看。走，过去看看。哎呀，郑大画师原来也好美女呀！我们哥几个可是大开眼界啊！你别管，他们是冲我来的。这香奴美吗？玩一次可得要20两银子，你拿得出手吗？你拿得出手吗？放肆！我等不与一个乳臭未干的东西打交道。是你爹让你来送画的吧？哟，你可真神了！你怎么知道是我爹让给你送画的？我还知道，你爹看了那幅画以后很生气。对呀，对。他还给你讲了那幅画的意思。神了！于是他就说，这个狂徒迟早会犯到我的手上。跟我爹说的一点不差。拿来吧，一幅画子，一首诗。好，你就看着。嗷嗷一头驴，苦苦四下蹄，扑哧响一声，套进卷子里。挖苦的好啊。吴子坤是挖苦我经世落榜，四处碰壁，最后还得掉进他的圈子里。真是小人得志，不可一世。你说什么？好了，事情是我惹出来的，看来呢还得我来收场。不过你回去告诉你爹，让他好好的想一想，他是怎么当上这个知府的。
再让他好好想想他的前任知府麻三贵的下场。好呀，你们等着，回来再找你算账。板桥，你怎么刚一回扬州，就得罪了吴子坤呢？这就叫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呀。大概我生下来就是这个毛病，见不得不平的事，见了呢，嘴巴上就想说，笔头上就想写，就想画。我也想开了，吴子坤我是得罪了，可是我一不偷二不抢，他吴子坤能奈我何呀？相识本是缘分，相知不容易，何必在乎爱与恨？留下一段真情，彼此都有缘，天长地久才是真。相爱相随到老，陪伴度一生，岁岁月月情更深。经过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，雨打风吹不离分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能知我心爱伤痕，抚平我忧郁的苦闷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给我快乐和安慰，让我陶醉不后悔。春去秋来有机会，珍惜永久的依偎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今生难得有情人。